第6章，这个事以后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。有真侪人因为看见伊伫病人身顶所行的神迹，就跟着伊。耶稣上山，甲学生三角坐伫遐。迄时犹太人的儒学做近啦。耶稣举目看见真侪人来，就对腓力讲：咱对倒落买饼互遮个人食呢？因讲这个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伊家己原知影要怎样行。腓力应讲，就是20两银的饼，互因逐人食淡薄，也是无够。有一个学生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讲：伫遮有一个囡仔，带5个大麦饼，2尾鱼，只是分互遮尼侪人，阁算什么呢？耶稣讲：恁叫众人坐落。原来迄个所在会臭侪，众人就坐落，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提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分互遐个坐地的人。分鱼也是安尼，拢照着因所爱。因食饱了，耶稣对学生讲：将剩落的篮衫收扣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因就将迄5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食了剩落的，收扣起来，装满12个篮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讲：这真是迄个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耶稣既然知影众人要来强迫伊做王，就家己摕到山顶去了。到下昏，伊的学生落去海边上船，要过海去加百农。天已经暗了，耶稣要来到因迄位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。学生摇橹约行10里外路，看见耶稣伫海面上行，渐渐近船，因就惊吓。耶稣对因讲：是我，毋免惊。学生就欢喜，指伊上船，船连边到因所要去的所在。第2日，徛伫海迄边的众人，知影迄位无别只船，只有一只小船，搁知影耶稣无甲伊的学生上船，就是学生家己去的。总是有几只细只船对提比利亚来，我军主祝谢后分饼互人食的所在。众人看见耶稣甲学生拢无伫遐，就上船去加百农去找耶稣。既然伫海迄边找着，就对伊讲：列比，是伫时到遮来。耶稣因讲：我实实在在会甲恁讲，恁找我，并毋是因为看见神迹，就是因为食饼得着饱，毋通为迄个的确歹的食物来出力，着为迄个准到永生的食物努力，就是人子要赐互恁的，因为人子是被上帝所印证的。众人问伊讲：阮着行什么，才算做上帝的工呢？耶稣因讲：信上帝所差来，就是做上帝的工。因阁讲：你行什么神迹，互阮看见就信哩？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阮的祖宗伫旷野食过吗哪，
亲像圣经顶写讲，伊对天顶赐落美娘，互因食。耶稣讲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迄个对天顶来的美娘，毋是摩西赐互恁的，就是我的爸将天顶来的真娘赐互恁。因为上帝的美娘，就是迄个对天顶降落来，赐生命互世界。因讲，主啊，就将这个美娘赐互阮。耶稣讲，我就是活命的美娘，到我遮来的，必定袂枵，信我的，永远无喙焦。只是我对恁讲过，恁已经看见我，犹是毋信。凡那爸所赐互我的人，的确到我遮来，我总无放杀因。因为我对天顶降落来，毋是要照家己的意思行，就是要照迄个找我来者的意思行。找我来的意思，就是伊所赐互我的，互我一个也无失落。伫末日却互伊搁活，因为我的爸的意思是互一切看见囝来信的人得到永活，并且伫末日我要互伊搁活。犹太人因为耶稣讲，我是对天顶降落来的美娘，就私下议论呢，讲这毋是约瑟的囝耶稣嘛？伊的爸母，咱兼无拢捌嘛？伊如今怎样讲？我是对天顶降落来的呢？耶稣因讲，恁毋通大家议论，若毋是找我来的爸吸引人，就无人会到我遮来。到我遮来，伫末日我要互伊搁活。伫先知册顶写着讲，因拢要得到上帝的教示。凡若听见爸的教示搁学习的，就到我遮来。这毋是讲有人看见爸，独独对上帝来，伊看见爸。我实实在在会甲恁讲，信我的人有永生。我就是活命的美娘。恁的祖宗伫旷野食过吗哪，犹是死。这是对天顶降落来的美娘，互人食了就袂死。我是对天顶降落来活命的美娘，人若食这个美娘，就永远活着。我所要赐的美娘，就是我的肉，因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。因为安尼，犹太人彼此争论讲，这个人怎样会将伊的肉互咱食呢？耶稣讲，我实实在在甲恁讲，恁若无食人子的肉，无啉人子的血，就无有活命伫恁的内面。食我的肉，啉我的血的人，就有永生。伫末日，我要互伊搁活。我的肉真正是通食的，我的血真正是通啉的。食我的肉，啉我的血的人，常常伫我内面，我也常伫伊内面。永活的爸怎样找我来，我阁因为爸活着，照样食我的肉的人，也要因为我活着。这就是对天顶降落来的美娘。食这个美娘的人，就永远活着，无亲像恁的祖宗食过吗哪，犹是死。这个话是耶稣伫迦百农会堂内教示人讲的。伊的学生中有一寡人听见了，就讲这个话真恶，一嘴话听呢，
耶稣心内知影学生为这个话议论，就对因讲：这个话是互恁厌弃吗？实使恁看见人子，上到伊原来所念的话，怎样样呢？叫人活地，就是灵，肉体是无利益的。我对恁所讲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只是恁中间有毋信的人。耶稣对起头就知，一嘴毋信呢，一嘴要卖。耶稣佫讲，所以我对恁讲过，若毋是得着我的爸的恩赐，无人会到我遮来。对安尼，伊学生中侪有提起，无佫甲伊同行。耶稣就对迄12个学生讲：恁也要去吗？西门彼得因讲：主啊，你有永生的道，阮佫要跟第一嘴呢？阮已经信啦，佫知影你是上帝的圣者。耶稣讲：我毋是竞选恁12个学生吗？总是恁中间有一个是魔鬼。耶稣这个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囝犹大讲的，伊本是12个学生内面的一个，后来要卖耶稣。